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常常听人讲，做人唔通怨天怨地，卖当讲是咧害惨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餐读吃安餐第一条。读餐这是读鼻音，餐就是形容一个人咧细细念咧酸，嘛有叫化叫苦的意思。咱讲是咧害餐，嘛有人讲是爱餐。这个文音读做心，像咱讲心吟，意思就是出声咧哀怨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害惨，这个词咱新闻常常讲到，会当形容是痛苦的声，嘛会当形容是不满细细念的声，嘛会当讲是害叫。第二个词读做靠惨，有两个意思，会当讲是足艰苦，讲出冤枉的代志，挖尽靠苦靠冤枉，嘛会当骂人足啰嗦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阿明规工咧害惨，讲钱歹赚，囝细汉，朋友逐工听到伊咧靠惨，久来大家有听当作无听，有看当作无看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惨，这是鼻音；另外文音读做心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